正诗303首，主我要学到你，单吟选手。好，接咱来看圣诗27首，圣诗27首，我主上帝。哦，咱有几个字，咱要是注意一下啊。咱看歌词的部分。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讲领，讲领，你搁接续哈，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工程，咱普通来讲工程，有时这工程，搁倒来一页，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提醒一下。咱看第3节，再看第3节。第2行，接我转去天家，天家，快乐有应该，伊这边注音是白话字写无限其实圣经写无限，无甲有，其实上主要是无较口语的讲法，无爱、无钱、无要紧，但是这无就算较正式、较文雅的读册音，譬如讲无法无天，无可奈何，要是无基督去，但要是安尼做这个分别啦，像这无穷无尽，要是无限，所以圣经伊会甲注做无限，有时圣诗这边写无限。其实我感觉这款的总是大家理解会小可无共款，要版本无共款，像伫对着的面前为咱摆设
白色燕虾，咱较早就来教会的人，咱看到的拢是燕虾，有时即马吼，毋管是圣经还是圣诗，拢改做燕色，燕色哦，所以其实就是毋通差伤济好啦，哦，这拢有人讲，哦，就像圣歌队吼，有4步你毋通搁唱第5步就好啊，所以这拢是对的，哦，但是咱尽量照咱白话字的写法，咱来读哦，好，咱27首，吼，咱嘛吟全首。线接来看159首，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遐自在。好，咱看第20个歌词。第20个歌词。好，这注意者，吼，做我智慧，做我智慧，吼，互我通挖课，吼。佮看后，佮就是第3项，吼，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囝，拢，迄个华语拢是做，但是迄个咱读出来音是无共款。去看第4节，第4节，迄是有艰难，还是大变迁，这咱注意者，咱家己一再唱一摆就好，来。Say
到这。请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全地用摇花出欢喜的声，印着欢喜的心，活塞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用感谢入伊的门，用花乌落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乌落伊的名。愿摇花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祝贺吟诗内乌罗咱的主，正诗第303首，正诗第303首，主我要乌罗你，请大家起立来唱。
天父爸，阮感谢你，当阮伫你的面前做伙祈祷的时，你总是压头听阮的祈祷。今仔日是三一主日，阮做伙来到你的面前，学了圣爸、圣囝、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你亲不可测的奥妙甲恩典，对古早到现在，你的疼一直伫阮中间，无离开阮。阮感谢你甲阮同在，你去做阮的教会，你的疼就是阮众人做伙，互阮成做一个家庭。伫基督内面，大家成做肢体，拄着欢喜的代志，阮做伙欢喜；拄着艰苦的代志，阮同齐艰苦。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你的疼一直甲阮同在。主啊，阮有阮的欠缺，因为你的疼，阮每一个人虽然对无共所在有无共的背景，阮有时有无共款的意见，但是阮因为人的自私，阮的眼光无够远，难免彼此有冲突，无注意来伤害着别人，也得罪上帝。由你来赦免，阮相信因为你的疼，阮犹原会当互相成做肢体，彼此相疼合一，来追求共同的目标。阮要安尼来学罗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虽然这个世界每天拢有新的变化，每天拢有新的挑战，阮的烦恼，阮长辈的健康，还有阮的细囝，是毋是有够个智慧来面对充满变化的未来？求你互阮伫这个时阵，毋通袂记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当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祈祷的时，阮相信你伫阮的中间，你会互阮厝内的细囝有智慧，互阮的少年人对未来充满盼望，互阮的长辈身体勇健，拄日有你的保守。阮相信伫一切代志，拢有你美好的旨意。无论阮的家庭、阮的教会，还是阮台湾这个国家，拢会当遵照你的旨意，有你的祝福甲引带。这时，请大家做伙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在写来祈祷讲。我的天父，我的感谢，你的光明道，你的旨意之家，你的时阵是你，我的心也要阮，下面阮的国父，是阮下面阮的，我的创造之时，有阮的天爱，美国万有平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第43篇，《启应文》第43篇，以赛亚书第12章。第几日，伊会讲：既然你对我生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接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地方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幸福。住伫世界的人啊，要欢喜唱歌。大家来吟圣诗，圣诗第17首，圣诗第17首，
我主上帝，请做起来唱。大家来祈祷。主啊，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由你用你的信心来引带我，来更新阮的生命，来提醒阮爱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爱时时来追求你的话语，同心来向你祈祷。主啊，我也感谢你。 面对这个充满变化的未来，阮有犹豫，阮有惊吓，总是对你来的信心，对你来仰望，互阮有够额的勇气，阮也有够额的智慧来明白，什么是正确，什么是真实，会当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感谢你对牧师的讲道。 透过圣经话语，我会当定心看见家己的处境，定心来看家己未来的道路。也求你一直提醒阮，无论阮的家庭还是教会，拢会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我也恳求你，互阮会当伫基督中来监察阮家己。你赐落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大家。 定心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家己容易骄傲的所在，我会当明白，阮拢是无完全有罪的人。我也愿意伫你的面前，定心来甲你利用，搁一届献上阮家己，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
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来共读圣经，圣经以赛亚书第13章第15节到24章第12节，以赛亚书13章第15节到14章第12节。由你对天顶压落来看，对你神搁荣耀的所在看，你的日程甲你的气力伫倒位？你的日程会疼，甲灵敏伫倒位？毋通毋插阮。虽然后壁来喊毋捌阮，雅各毋捌阮，毋过你是阮的老爸，上主啊！你是阮的老爸，对古早你的称呼是阮的救赎主。上主啊，是安怎你互阮偏离你的道路？是安怎互阮硬心毋敬畏你？因为你仆人的缘故，由你回心转意，为着你的子民，你的产业由你转来。你神的子民不过暂时。得着你应允的土地，毋过阮的对敌已经吞下你的圣所。阮敢若毋捌受你统治，敢若毋捌做你的子民。你若毋遐日天降落来，你一会出现，正山就游动，亲像火点着焦菜啊！亲像火，甲水行滚，愿敌人捌你的名，万国伫你的面前被批撮。你捌做阮料想袂到，通敬畏的代志。迄时你降临，正山拢摇掣。对古早以来，人毋捌听过，耳筒毋捌听着。目睭嘛毋捌看见你以外有上帝会为着听候伊的人做代志。你欢喜接人成为正直的人，就是遐个会记着你遵趁你道路的人。毋过你生气，因为阮犯罪，这款情形已经真久，阮哪会得救？阮亲像一个无清气的人。阮一切伊的行为，亲像一领垃圾衫，阮拢亲像树叶冷去。阮的罪过亲像风，甲阮吹走。无人求叫你的名，无人甲你求条条，因为你面我走无看阮，将我藏乎阮的罪管下。毋过，上主啊！你犹原是阮的老爸，阮是良土，你是烧肥师傅，阮拢是你亲手做的。上主啊，毋通对阮发大生气，毋通永远记牢阮的罪过。看咧，阮拢是你的子民，由你看顾。你成的城市已经变作旷野，吉安已经变作荒坡。耶路撒冷已经荒废，阮神圣搁水的殿，阮的祖先称赞你的所在，拢互火烧了了。阮羡慕的好所在，拢毁坏啦。上主啊，经过这个代志，你减以后会调，你减会变点点，互阮手大苦人。愿上帝话成做咱下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伊万诗班用诗歌带领咱的礼拜。
下面请电用牧师来讲道。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这个希望诗班今仔日用何伦三位一体三位上帝这首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教会日的三一主日就是特别邀请咱思考爸囝圣神三位上帝甲咱的迄个关系。今仔日正歌队这首歌的歌词真水，唱出讲迄个上帝迄个神圣的三一上帝。咱伫面对伊的时阵，咱才看见咱的罪。虽然罪人看袂到伊的荣光甲伟大，但是伫迄个中间，咱体会到上帝关联、纯洁甲丰盛的疼。这也甲咱今仔日咱读到以赛亚63章到64章的这个主题有相关今仔日的这个经文特别讲起罪人安怎认罪也搁一摆告别上帝，敢若是咱的老爸，所以甲咱今仔日这个三一主日的主题会当真好的一个连结。顶礼拜春生牧师引带咱读63章的头前一段第70到14节，迄段会当讲甲今仔日的经文是规段做伙，整体讲起来是一首哀歌一首哀歌。哀歌是圣经内底真特别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祈祷的形式。但是迄个祈祷的内容，拢是敢若咧埋怨，咧拗叫。有的学人会用较白的话讲，敢若咧靠赖上帝。我所有的艰苦拢拼出来，要拼互上帝。看上帝要安怎甲咱回应。这是哀歌真特别的形式。但是这种的哀歌，伊会变做咱祈祷的时阵，真水的一种典范。咱要学习安怎祈祷，哀歌会当讲是上深沉的一种祈祷文。所以咱今仔日为顶礼拜的经文咧讲起回忆上主过去慈爱的作为，会记得上主古早做遐尼水的代志。然后为今仔日的经文第15节开始咧讲起哀歌，开始真正画出迄种艰苦安尼，画出艰苦，对上主哪咧埋怨，嘛哪亲像咧哀求，咧拗叫安尼所以今仔日这首诗内底有几若种的要素伫内底。后前咱会读到遐埋怨，遐诉求，但是到第2段，咱就会读到一个悔改的告别。这是会通讲是遐个这段经文内底上深沉的所在。到最后，搁做出对耶和华迄种的信心的告别，所以是一个真特别的、真水搁真有意义的祈祷文。虽然内底内容真多元，但是伊目的敢若有一个尔，就是要
感动耶和华，通过即种感情值的表达，要甲感动，望伊会当照咱期待，以色列所期待的出手来帮助因。哦，哎呀，甲诉求讲，这就是你过去对阮的应允。所以真侪学者提醒咱讲，今仔日所读的即首诗歌，伊的文学性足悬的，文学性足悬的。啊，咱读的时阵，会当来学习怎样做咱祈祷的一种的典范。下面咱就照今日经文三段，先来看即个经文。第一段为15节到19节，一开始就是一个对上主的诉求，讲求你对天顶压落来看。即个文学表达一个有说讲上帝高高在天顶，咱伫地下，恳求上帝目睭、耳孔听咱，然后开始用伫叨位对上主提出诉求。你的气力伫叨位，你的热情伫叨位。所以伫遮讲伫叨位，英语讲 where， 即个表达的时阵，是已经咧指向耶和华讲，你爱为阮负责任。阮若看无你伫叨位？所以最后一句讲，毋通毋插阮，毋通毋插阮。落去16节接落去就做出信仰告别啦。你是阮的老爸，两解讲你是阮的老爸。这到64章佫会出现一解，所以今日经文内底拢总3解，也呼叫你是阮的老爸。即个咧讲起以色列久长以来甲上帝迄个关系，然后佫落去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搬出来，讲亚伯拉罕毋捌阮，雅各毋承认阮，而且将两个伟大的祖先提出来甲上帝做比较，咱嘛会叫上帝老爸，但是咱嘛会叫以色列人嘛会叫亚伯拉罕、叫雅各是老爸。即两种老爸有啥物无共？这是真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有学者讲，伫遮敢若亚伯拉罕是一个去互以色列人已经看破的一种的传统。亚伯拉罕敢若是古早真伟大的一个祖先，但是当因受了倒转来到故乡要重建的时阵，发现讲，逐项拢做袂好势，领导者真无能，所以伫遮学者讲，亚伯拉罕敢若代表迄个无能的领导者，互人失望。所以就算亚伯拉罕互咱失望，咱无袂记咧古早一直甲咱同在的迄个上帝。伫遮用即两个来做对比。17节佫接落去，用另外一种表达是安怎？是安怎两解？当问题变做是坏，为什么？是安怎？咱会记即段内底两个上要紧的关键字，一字是伫叨位，一字是安怎？一个坏，一个是坏。为什么？是安怎？你互阮偏离道路？是安怎？你互阮硬心无敬畏你？这是真特别的表达方式，连家己做毋对，嘛甲责任要归互上帝。上帝，你是安怎互阮行毋着路？这敢若有个囡仔伫埋怨老爸、爸母，你拢无甲我教好，害我今日变做安尼。有即个味啊！所以佫一解诉求讲，耶和华你是爱负责任的。所以佫落去，咱接落去读着讲，求你回心转意，求你转来两解一解是讲回心转意，一解讲转来。所以伫遮迄个诉求变做讲要求耶和华改变，上帝你爱改变，你毋通佫继续忽略阮，你毋通继续佫无咧看着阮。过去你迄个慈悲疼痛的你走去倒？由你倒转来，由你倒转来，为着什么？为着你的子民，为着你的奴仆，为着你的产业，这拢是
以色列人通常咧称呼家己的用语，咱是上主的子民，咱是上主的仆人，咱嘛是上主的产业。当为着这求你倒转来，最后18节到19节，搁一摆比较过去甲现在。过去你做了偌济好的代志，互阮有安全的土地，你为阮负责任等等，当阮的苦难中间，阮的土地趴远去，你的圣所嘛去互敌人伫遐踢笑，伊伫遐提出这个问题，阮敢若毋捌互你统治过，阮敢若毋是你的子民，这共款是。过去甲现在做对比，伫遐对上主诉求。整个来讲，第一段就是咧诉求亚伟的责任。阮当苦难遮尔迫切，你的责任足大的，毋通阁无爱插管，求你回心转意，求你转来。这是今日祈祷文内底第一段的诉求。然后咧。64章1节到7节第2段，搁较强烈，搁较强烈。第一句就讲，你若毋拆离天降落来，记得顶一段咧讲，对天顶暗耳孔听阮，但是要求你真正落来，天甲地中间的距离甲拆离，你甲来到阮中间，直接来解决阮的问题。这比头前一段。搁较激进，那像伫西奈山顶头，上帝降临伫伊的子民中间共款。你哪会袂安尼？那亲像显现伫阮中间，这是一种神显的传统。神显，咱讲上帝突然显现伫人中间，而且祈祷文讲，你哪会袂安尼显现伫阮中间？你若显现伫阮中间，敌人就会看到。你的作为，会互敌人捌你的名，万国伫你的面头前安那皮喘。到第3节进一步讲，你古早捌做甚物款的代志？你古早捌做阮料想袂着、通行为的代志。迄时你降临，正山拢摇转，这个讲起迄个西奈山迄种神显，上帝显现的事件。而且诉求讲，上帝啊，求你显现。而且咱读起一个真无共款的文学表达啦，甲顶一段真无共。伫即段中间，对上主提出更较直接的诉求，你着降临伫阮的中间。搁落去第4节嘛，真水的表达。对古早以来，耳孔毋捌听见，目睭毋捌看见，你以外，阁有上帝会当做即种的代志。而且咧，学了上帝是无通比的上帝，无别的任何神明会通比的上帝。这咱伫以赛亚内底一再拢有读到即个主题。到遮第2段的经文，大声咧学了上主，敢若咧高举上主的权威甲伊的伟大，但是接落去第5节甲第7节。咱就读到今仔日经文内底诶上中心的部分，就是做出悔改的告别。这段是真特别的，因为这段甲头前一段17节讲起来是矛盾的。因为咱读到头前一段的时阵，17节咧讲上帝啊，你也负责任嘛，耶和华你也为着我负责任，但毋是，但咧讲阮家己爱负责任。阮家己犯的罪，阮爱家己负责任。阮承认拢是阮的罪，你无爱插阮是应该的，因为阮拢无分缀你的道路。而且第5节遐嘛有讲起上主的作为哦，上帝啊，遐会记得你遵守你道路的人，你拢有好好款待因。是阮遮会犯罪的人，你则无爱插阮。所以伫遮语气改变啦，甲顶一段真无共款。伫即段中间承认讲，阮拄着遮个苦难是应得的，阮应得的即种的苦难，
那安尼，搁落去第7节，搁进一步表达讲，阮所做逐项，伫你眼中拢是袂当接受的。阮是无清气的人，阮所做一切义的行为，亲像一领垃圾的衫，亲像树叶啊那，你要捻去，风要甲吹走。你看这文学的表达，足水的表达，但是竟然是咧讲阮的罪，阮的罪伫你面头前袂当接受，亲像垃圾的衫，捻去的叶啊，风吹去。所以到遮这段悔改罪的告别是真值得咱思考的经文吼。以色列人伫上帝面头前承认家己失败，搁伫遐讲无人叫你的名，无人甲你抽调掉。阮敢若毋捌做你的主人，你头前捌讲过一摆。所以你密起来，我爱插我，这阮应该，这是阮应该。你越走无看阮，互阮放互阮，互阮的罪管辖，这拢是阮应得的。各位兄弟读到遮，悔改告别会使过一段落啊！家己拢承认拢承认失败啊！家己拢承认袂堪字，完全不配啊！即个算小嘛，拢算了啊！咱会当安尼讲，算小拢算了啊，就是阮的罪，阮毋对。到遮其实应该 OK 啊，煞。但是以色列的信用是安尼，无放弃，无放弃。所以今日经文足水的所在，在伫悔罪的告别了，佫有最后一段，就是8节到12节，今日的最后一段。一开始第一句话，上关键的话就是讲毋过，毋过。英语的翻译本差不多大家拢翻做 yet， 总是。虽然安尼，总是。家己圣经讲毋过。虽然安尼，毋过啥物？毋过你犹原是阮的老上主啊！你犹原是阮的老。所以第8节是今日规段经文的关键。迄个承认家己的罪了后，最后佫倒转来讲毋过你是阮的老爸。虽然过去阮失败，伫你的眼中拢是垃圾的衫。捻去的叶啊，但阮也要过，我靠你，你是阮的老爸，你犹原是阮的老爸。而且即个神学已经比头前的神学佫进一步啊。头前的神学是教育式的，咱讲教育式的，还是因果式的。我因为我有做好，所以主你对我宽好宽待。因为我犯罪，你就甲我处罚受。这是交易式的信用，但毋是，但无条件到第8节是无条件的，倒转去到迄个上原始的关系，因为你是我的老爸，无条件，你无条件，你宽待我，所以咱读落去，接落去，诗人用3个形象来表达上帝，头前2个是足清楚的表达一个，你是阮的老爸，第2。你是消费师啊，师傅阮是念徒，你是消费啊，师傅。老爸甲消费师傅这2个是足水的表达，这毋是头一摆出现咱头前读到45章的时阵就捌读过啊。45章的时阵是用谴责的话，也讲你是甚物人，你竟然敢讲？上帝是安怎甲你生出来？你是甚物人？你敢埋怨上帝安怎甲你塑造做安怎？非仔师傅，迄个时阵是45章是用埋怨的话，但毋是，但是告别。你是阮的老爸，你是小非仔师傅。这2个形象真要紧。老爸是啥？老爸是生咱的人，咱的性命是对伊来的。小非仔师傅是啥？是捏造咱的人，
咱的人格是为伊遐塑造的。所以伫遮，搁一摆倒转去迄个上基本的导向，上帝啊，你是阮的老爸，你是甲阮捏做的迄个师傅啊。搁第三句话讲，阮拢是你亲手做的。即句话英文的翻译讲，阮拢是你的工作，阮拢是你的工作，阮是你的手的工作。所以即三个形象斗做伙，通讲是今仔日经文最后的信仰告别。上帝啊，你就是阮生命的源头甲全部，恳求你，搁一届用安尼来款待阮。所以第9节讲，毋通对阮安那，毋通对阮安那，因为阮拢是你的囝儿。这伫诗篇103篇真水的对即种的关系表达吼，咱看下结论再搁来做个连结。然后10节、11节是典型的哀歌，咱来读的时阵会感觉讲，哦，用的话足夸张的吼，足夸大的。哇！阮的城市拢烧了了，去互歹人烧了了，城墙拢芳去啊！阮上水的厝嘛拢无去啊！即种真强烈的语言，主要是要唤起耶和华搁一届会当对因做出回应甲行动。10节甲11节。另外，佫有一个真特别的是最后一节12节。12节，诗人问两个问题啊。咧问上帝，足大胆的问法咯。我安尼甲你求到遮，安尼是有效啊无效啦？甲上帝问即句话，安尼是有效啊无效？咱读看觅伊讲，你敢阁啉会调？你敢阁顶掂掂？甲上帝安尼讲哦，你敢阁啉会调？我安尼甲你求，你敢阁啉会调？你敢要阁顶掂掂？哀告到即个时阵真大胆。讲阮的祈祷敢有效啊？请你甲阮回应。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真特别吼，咱讲是一首真深沉啊、真感动人的祈祷文。我想咱会当为这段经文来学习两个功课。头一个祈祷是啥物？真实的祈祷是啥物？痛悔的祈祷。因为这首歌咱咧读，确实真感动人。特别第64章57节，50到70迄个悔改的祈祷，恳求上帝，互咱会当有气力通改变。这互咱想起大卫真水的诗，伫诗篇51篇，咱会记得。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赏赐我新搁忠诚的心灵，迄是大卫。咱若看迄个诗篇的注解，讲迄是大卫犯罪了所写的祈祷文，真类似其实伫旧约的传统内底，咱若要去读祈祷文，足侪。摩西嘛有摩西的祈祷文，以利亚有以利亚的祈祷文，咱家己。即2年咧读以赛亚家己的祈祷文嘛，足水的第六章对无？咱来搁会记咧。上帝啊，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住伫无清气的人中间。哇，这是以赛亚的祈祷。即种的祈祷文，但以理嘛有吼，但以理伫受掠巴比伦，咱去读但以理第8章到12章，拢一段一段的祈祷文，所以。圣经定来甲咱提醒，上帝是一个毋是离咱足远的上帝。伊愿意亲近遐个超找伊的人。你若愿意超找伊，你就找着伊。咱会记咧无偌久进前，以赛亚55章第6节，咱有读到对无？就趁上帝找着的时阵，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阵，求伊。所以。祈祷是上帝予咱的礼物，祈祷是上帝予咱的一个礼物，嘛是予咱的一个特权。咱有这个权利来甲上帝祈求。今仔日真特别的是，这个悔罪祈祷，要甲上帝感动，动之以情。咱讲动之以情，
恳求上帝你爱回应，吼。然后即个祈祷上积极性的是头一部分讲，阮是完全失败，完全不配，吼，阮就是应该的，吼。但是痛悔了后，搁落去咧，就信仰告别，毋过上主啊，你犹原是阮的人。即种的表达真水，毋是干那以赛亚那条有趣味的人，咱去读哈巴谷的小先知，嘛有足类似的表达。哈巴谷3章18节，即咱足熟的经文嘛，捌写做守信诗，吼，我甲读互咱逐个听。虽然无花果树无布影，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无收成，田园无出五谷。调内无半正羊，牛条嘛无牛。我犹豫要因为上主来欢喜，我犹豫要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吼，即个犹豫，甲咱讲迄个毋过共款的意思。就算面对困境，阮犹原对你有信心。所以即个就是咱拄仔第8节里遐讲迄个毋过。迄个神学，重视的神学，即种神学毋是理性的，毋是真逻辑的。有学者讲，这是出自腹肚的祈祷，出自腹肚的祈祷，是一种感情的，为内心深处对上帝做出一种的恳求。对兄这100年前来台湾宣教。即个苏格兰宣教师吼，梅干姆牧师观察台湾的汉人，伊讲台湾汉人吼对福音无趣味啊，因为真少人感觉家己是犯大罪的人，所以学者讲，即敢若咧讲咱汉人台湾的汉人吼，无迄种罪的意识，还是讲哲学哲学的话讲幽暗意识。幽暗意思就是讲，知影家己是有限的人，无完全的人，是真侪代志做袂到。所以讲台湾人有即种现实感，会感觉家己有罪啦。所以讲福音吼足歹传啦。这是梅干有牧师100几年前对台湾汉人的观察。但是咱怎经过100年，敢有改变？两礼拜前，罗俊义牧师出信册，咱伫即个所在，甲伊做伙欢喜。伊有将伊古早写的木花笔记，佮甲捡内底真精彩的故事，捡做一本，叫做《木花奥记》。即内底讲到一位台湾人的基督徒的故事，真有意思。甲梅干姆牧师的观察真无共。这是一个乌道的大哥啦，即个罗牧师的描写，这位兄弟是一个乌道的大哥做过职业的杀手，叫人关监关真久，结果后来特赦出来。特赦出来以后，就悔改反悔，甲因太太两个翁仔某做伙去伫家己的所在卖鸡卵糕，安尼真诚恳做生意生活。后来有机会听到教会咧唱歌来家己西门教会做礼拜，就变做真认真的会友。较特别的时阵，是因为甲这家己西门教会会友做伙，有机会去参加一寡民主运动的聚会，伊嘛改变。伊讲：我古早哪啊自私，毋知影台湾有遮尔侪人，除了家己，阁有咧关心别人的代志、社会的代志。伊嘛变做一个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人，真有意思。后来因为选举，台湾的选举互伊失望，全摆来做礼拜，摆来做礼拜一段时间。罗牧师描写讲，有一天伊要去礼拜堂，路的伫礼拜堂门口拄着这位
叫做炳炎炳安的兄弟，伊就甲牧师捡咧，来到礼拜堂的圣餐桌头前跪落来，开始大声吼，甲上主哀叫：我是有罪的人，我是罪极重的人。罗牧师嘛陪伊跪落来，主啊，求你接纳阮这有罪的人。真有意思，这位乌道大哥表现出一种真水的悔罪祈祷的迄种信仰的形态。结果伊得到心平安，上帝赦免，过无几工就平安离开世间。这故事真互咱通思考，台湾的基督徒嘛有即种深刻的祈祷的经验。另外一个故事，咱可能嘛捌听过吼，就是罗牧师甲咱春秋牧师引带皮明敏教授最后要决志洗礼的时阵，去到伊的眠床，我哪解皮明敏教授伊遐讲，罗牧师我是有罪的人，一摆讲了无够，搁讲一摆，讲3、4摆，我是有罪的。各位兄弟，今仔日祈祷文嘛咧提醒咱祈祷认罪，知影家己是有罪啦。咱普通时可能无定定需要定定安尼啦，但是人生要紧的时阵，面对上帝的时阵，咱敢会做出信仰告白，讲我是有罪的人，我是真正无完全的。祈祷是安尼，才会当去到上帝所在。或者普先生嘛，甲咱讲。这敢若亲像耶稣讲的譬如，寡妇甲法官的譬如。这个寡妇一直要甲法官求代志，法官拢袂插伊，不义的法官。但是耶稣讲，毋通死，毋通灰心，毋通失志。祈祷就是继续保持信心，用心求上帝要听见。今日三一主日。耶稣基督慢慢嘛，甲咱教咱祈祷文，咱逐礼拜拢咧读。阮伫天顶的爸，阮伫天顶的爸。即个阮伫天顶的爸即句话，即个祈祷文嘛是一个真水的学习的祈祷。学者布鲁克曼讲，每一届咱咧读主祷文的时阵，学习爱用即种毋久、即种的信心来祈祷，这真要紧。这是今仔日。我想这段经文对咱上好的一个提醒。第二个小信息啦吼，因为今仔日是三一主日吼，三一主日要讲起爸囝圣神，要讲起通过圣囝耶稣，咱通认捌圣父上帝伟大超越的迄个对咱的听。今日经文嘛提醒咱，要怎样搁一届告别上帝是咱的老爸。今日经文拢出现3届，你是阮的老爸。这表示讲，毋是干那耶稣安尼教咱祈祷尔。伫犹太人的传统内底，因本来就有即个传统，就是对上帝叫伊叫伊是老爸即种的祈祷的传统。咱伫以赛亚书即2年咧读的中间，足侪届拢已经读到啊。有些称呼上帝是老爸，嘛有的时阵称呼上帝是老母，老爸老母拢会当称做上帝形象。但是今仔日的经文佫加一个，除了老爸老母以外，伫第一段的经文内底佫讲起，因为你为古早就是阮的救赎主。咱会记咧，今仔日经文内底除了称呼上帝是老爸老母以外，佫叫伊是救赎者，救赎主。咱伫读以赛亚，咱会记咧救赎者即字真要紧的概念 ，Redeemer。这 Redeemer 即字是咧指一个家亲族内底上有力的人。当即个亲族内底有人有欠缺、有需要的时阵，伊爱出手去帮衬即个需要的人。迄个时阵，这位就会叫做是救赎者。而且上帝毋是干那老爸那定，
伊若亲像是咱即个大家族的迄个救赎者，咱有需要的时阵，伊会出手保护帮衬。所以今仔日经文讲伊是老爸，伊嘛是烧费仔师傅，因为伊要保护、照顾、救赎所有需要的。我拄仔已经讲去诗篇103篇，是最要紧的一首诗，内底咧表达的，就是即个概念。讲上主啊，你有慈悲有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天地开地外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嘛遐尼大，而且会表达迄个真水的上帝对人的疼。这伫旧约圣经内底常常出现的关键字，就是hesed，犯做忠实也好，犯做慈爱啊，拢会使。这就是迄个老爸的形象，永远忠实，永远慈爱。你袂久长责备，袂永远囥生气，袂照阮的罪过刑罚咱，嘛袂照阮的罪孽报应咱。这是诗篇103篇真水的信仰告白。倒转去拄仔甲咱介绍的苏吉兰传教师梅干吴牧师，伊虽然知影台湾汉人对福音无啥物感觉，嘛无愿意承认人家己是罪人，但是伊一再提醒咱，上帝敢若迄个胖见囝的老爸。哦，咱知影梅干吴牧师每一届去外口街头报道，上爱讲的一句口号就是上帝胖见囝。上帝胖见囝就是咧指讲伊的圣囝耶稣牺牲为着咱死。上帝胖见囝，即个胖见囝的上帝啊，胖见囝的上帝，伊要搁来超找伊的囝，就是你。这是梅牧师真爱报道的用语。即个为着咱失去囝的老爸，继续咧超找咱做伊的囝子，爱咱承认伊是咱的老爸。希望咱伫即个三一主日的时阵，纪念耶稣基督的爸上帝，也是迄位初见圣神、赏赐咱快乐的爸上帝。愿爸、囝、圣神三一上帝，时时甲咱大家平安。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天下人的上帝，伫三一主日，阮少年圣爸、圣囝、圣神，伫阮生活甲信仰所做要紧的代志。阮承认，阮拢是有罪的人，无完全，常常活伫自我中心，无想着自理。总是你互阮除了了解家己的罪以外，也互阮牵调迄个毋久的信仰。毋久，阮知你有缘是阮的老爸。即种的信心是阮不时爱学习、锻炼的功课。恳求你将悔罪告别，搁一摆倒转去到你面头前，即种的信心放伫阮逐人的心内，也伫三一主日思考阮甲爸囝圣神三一上帝的关系，互阮活伫三一上帝水的快乐的中间。愿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会因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59首，圣诗第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大家做伙起来唱。
公祷的时间，咱会着同声为主来祈祷，为着下面3项代志做伙来祈祷。第一，为着三一主日，保罗圣父、圣子、圣神三一上帝。第二，为着世教130周年，教会史甲全刊的编辑。第三，为着基督徒伫时代处境中行公义、好人民的见证，咱大家做伙来祈祷。发教为事做结束的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引带，互阮今仔日伫遮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慈悲疼痛的主，感谢你赏赐圣父的创造、圣子的救恩、圣灵的同在，互阮。求主帮助阮伫敬拜中搁较明白你，伫生活中活出信心、盼望甲疼痛。互教会荣耀主的名，全能的上帝，感谢你保守教会130年的脚步，由你赏赐同工智慧，互教会历史的真理记录你的恩典，嘛成做后代的见证，互众人继续尽心服侍。伊爸啊，由你坚固正道的信心，互阮伫不安的时代中继续活靠真理，学习公义甲怜悯。关心受苦甲软弱的人，愿众人用谦卑活出基督的模样，成做社会中的光甲盐。我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是咱的奉献。请大家去用奉献时出来祈祷。
周步看皇帝的事项。今仔日是圣神降临后第一主日，国庆3日主日，代表的是白色，象征在于上帝至圣甲光明。教会各期用这个路径来纪念，在于上帝叫这个教义来制定，告白甲保罗3位上帝心不可测的奥妙。第二，得到130周年，咱教会今年设到130周年，咱要举行教会巡礼，出版历史的专刊人物志，甲制作纪念品历史的展览。伫11月时阵会举行特别礼拜，11月22日要举行设到130周年的感恩礼拜爱餐甲新书的发表会，全部的经费总计差不多130万。对5月开始24到11月，请大家为着这来共同关心甲奉献。第三，今年年中的教会年中的福音操例会，体验上帝爱，请欢迎大家来踊跃参加。主题是生命中有灵魂，现在真来请到田勇牧师来讲，请大家来踊跃来参加。第四是2020年的主题儿童营，对今日开始报名，也欢迎兄弟邀请各小的学生来报名参加。另外，营会需要自产的同工、辅导青少年的同工，注意参加，请细phòng长老甲办公室来报名。第五是欢迎参加拜五暗时7点祝福台湾的基督会，即届是田勇牧师来做演讲。第六是 TSCM 的暑期营会，台湾基督徒学生运动的暑期营会，对今日开始报名，欢迎在学生、社青来报名参加。时间是7月12号到7月16号。另外今日是正经学校上后一届上课有前捌在集中甲 PCT 课程的上后一届上课，其他课程顶礼拜已经结束，请大家注意。也请大家继续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甲奉献，特别是公共谈甲人权的电影，伊讲主题是中国器官的买卖市场，极权国家的科技侵略甲民主体制的对抗的机制，请到吴信代医师来做主讲。另外，团体消息，请大家再去看。另外，迄个消息。张明敏教授3月18号上午伫美国的圣地亚哥安息主怀女婿55档，4月11号伫美国举行告别礼拜，台湾举行追思礼拜，定伫6月6号拜六下晡2点，伫咱教会来举行。其他教界消息，请家己看。即时请地牧师来报告甲请安。咱今仔日无敢若无新来的朋友，只要有新来的朋友，请互大家欢迎吼。若无咱兄弟，请咱彼此请安吼。大家吟圣诗386首，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因是煞，请地牧师来祝祷，请大家做伙起来唱。愿上帝平安，团结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也愿三位上帝
圣父、圣子、圣神，甲咱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热岛闭会，欢迎下这参加中庭的地表会来交易。